世间千秋千千秋，历史上115年，用地艺术顺演三星大会祝福。三星大会决定是由于咱中华团团长欧文义以及文化局长刘淑芬，美校高中副主委柯达斌，以及全体委员会会长罗下赵信图，一同诚心诚意，表示心意，合适心意。